馬太福音11:28節，按樣您講到耶穌強龍眾人要得到肉，要得到喝，要得到冇辦法嘅。佢講來亞里龍眾肉，龍眾喝，龍眾要開到安衝嘅問題，來亞里我本意看快，意思嚟講咪，你啊行到冇辦法嘅路，行到要痛苦嘅路。行到肉了，那耶穌含你來嘅你，佢跟你同在，佢勸帶你去出呢個路途，勸帶你出一痛苦，勸帶你出一個煩惱，勸帶你各樣嘅唔好嘅，佢帶你去出呢個路。馬太福音11:29樣講到，開我本意學嘅，我本意學嘅唔係難，按規嘅講，因為得我。都係要滿要嘅心，呢個生命得到舒服，呢個生命得到甜。嗱，即係讓這個甜上帝耶穌基督嚟學，佢本是教學嘅，唔係衝，唔係痛苦，因為咩呢？佢本是教得到平安，得到喜樂，得到快樂。佢講隆重音樂嘅，可以嚟壓力，就係上帝耶穌基督詳細教嚟壓力嘅咁講，意思嚟講，佢熱天。要如何本事加出，一天要心理嘅如何本事加出，因為到幾咁抽你來，嗱或者佢要用嘅路線，帶你去特性嘅路，嗱，見到嘅禱告本隆重兄弟姊妹，為得到要問題、要痛苦嘅、要逼迫嘅，你小朋友嘅心關係，做我禱告本隆重人，見下行嘅日子，要惡、要痛苦、要逼迫嘅，做耶穌，我禱告你嘅同在，你祝福佢，本佢身體。強半佢新嘅聰明智慧，開路帶佢出一個問題，開路帶佢出一個痛苦、受理煩惱，你嘅同在帶佢出，帶佢去得勝，帶佢去勝利，半佢心中裏得到一個平安，得到一個喜樂，奉耶穌名我禱告，阿門。